算是胆量考验。用厨余做成的土，你敢闻吗？这里面就有鸡骨头啦、牛骨头啦、猪骨头啦、猪肉、鱼肉啦、内脏啊，什么都有。对，但是你看不到啊。这就是我们的宝，这就是微生物，它是微生物弄出来的。没有料想中的腐臭味，这把改良土集结全竹东镇的厨余回收，1周5吨堆积，4个月发酵，再分装成桶，萃取出营养液。我们称为黑金。它对它是一个很有帮助的。那植物长出来就是很好的植物，那我们吃下去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嘛。能够松软土质制造养分，彭伯彦教授积极推广农业革命，社区理事长彭松举跟着响应，无奈期望换来嘲讽。一开始大家听到的时候，我们觉得，这起来恭喜啊，这在干嘛？对，像白痴啊，怎么有可能用水去养稻啊？被称傻瓜，但不气馁，克服来源不足问题，翻土照料通通自己来。造福乡里，也要让更多人共同参与。等于是我们替镇里面解决了很大的一个厨余的问题。来。快，莫比60走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最新鲜的肥料。刚插秧的稻田还漾着嫩绿，彭松举用心期许这一亩希望能够为人类凝结丰满稻穗。我们现在在这准备要灌溉的稻田，闻到的味道其实有一点酸酸的。对，就是你们说的厨余的厨余的味道。然后也不用再下去了，不用开关就可以。对，有关吗？慢慢是不是关了？有习惯吗？慢慢来就会关，慢慢就会习惯。对，也是一种新的革命方式。是。整个软桥社区122户居民，70%是农民，26公顷的农田，愿意配合这种厨余肥施作的只有1.5公顷，所以他们极力在推广的厨余田、环保米、友善大地这样的观念要能够普及，真的还有好长的路要走。有关吗？慢慢的手不会关，有关吗？慢慢的手不会关。